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24节气今仔日来到大暑，是一年当中上热的一天。也毋过拄好拄着台湾要做风台，所以天气无遐尔热咯。这个中度风台烟花，昨暝已经来发布着海上的警报，目前是伫个台湾东南东边的海面上，向西边转西北西的方向，真慢哦。慢动作咧刷动，这个暴风圈接近到台湾东半部的海面，因为来输着大量的水汽，所以这个强度也有继续增强的空间。气象局讲，这个烟花风台前进的路草，阁比昨的预报阁偏去伫北平，所以这个暴风圈是毋是会接触到台湾的陆地，爱阁观察。嘛，因为安尼，所以今仔日就未来发出着陆上警报咯。为昨个深夜开始，北部、东北部、甲桃园、新店、苗栗就开始来落大雨。嘛，因为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气象局嘛针对着新竹县、苗栗县、台北市、新北市来发布着豪雨特报。明仔载到后日是这个风台影响台湾上大的时阵。莲花有水珠，这表示讲有雨水，因为烟花风台一步一步来逼近，伫台北的东南东边的海面上，向西转西北西，慢慢的伫刷震动。暴风圈对台湾东北部的海面甲东南部的海面造成危险。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，尤其是台北、新北、基隆、宜兰暴风圈有可能超过一半的机会会去受到。较费气的是，这个叫烟花风台真无爽势，愈行愈慢。由于导引气流不明显，所以未来台风的移动速度相当的缓慢。预估到了明天的早上，台风的位置仍然是持续在宫古岛南方的海面这个位置上。而在这个海域，由于海水的温度比较高，可以提供台风持续发展的能量，因此我们预估在今天之内，台风的强度还有逐渐增强的空间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烟花未前到都已经先落雨。昨暝北部的桃园、新竹、苗栗拢有落雨。为雷达的回波图来看，北部、东北部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拢是落雨。气象局针对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宜兰、新竹县、苗栗县发布豪雨特报，基隆、新竹市、台中市大雨的特报。中部以北的山区，尤其特别细致，雨会愈落愈大，半暝到早起雨量有加无减，尤其山区是愈落愈大。昨暝到早起9点为止，新竹县的北部、五峰山区的雨量累积上济将近200米呢。明仔载到后日，风会更较大，那咧烟花敢会来？明后2天，台湾的风雨影响会比今天还要再明显一些。在明天它北转的这个时候，如果它的角度再稍微偏东一些，也就是稍微远离台湾一些，那暴风圈的范围就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陆地。所以整体来说，在今天之内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并不高。美国 CNN 气象专家表示讲，风台应该会达到上强的程度。风台带予台湾的累积雨量有可能到1公尺，恐惊引起山洪爆发、崩山等等的天灾。咱乡亲爱细致。风台赶走炎热的天气，所带来真大的风雨，因讲是烟花易冷，风雨难消。